我學咗唱歌180日，由咁樣變成咁樣。去探究當初我害怕面對。點解我會無啦啦學唱歌呢？事源要追溯到中學嘅時候，我中五17至18歲，為咗完成中學嘅心願，去咗 talent show。大學4年級嘅時候，2023年2月，我都為咗完成自己嘅心願，用自己寫俾自己嘅生日歌，去咗大學書院嘅歌唱比賽。大家好，我係適應4年級嘅馬高斯，今次嘅新唱2023，我用原唱歌出節，雖然22歲 Happy Birthday，Happy Birthday，Peace。發佈比賽影片之後，有一個咁樣嘅留言，我當時一睇到，心諗啊，你條粉腸又好似講得啱喎。我回播翻，知道自己唱得好難聽，一直都想學唱歌改進一下，但一嚟冇錢，二嚟冇空間練歌，三嚟覺得冇必要，應該要專注翻事業同學業，唔好學一啲好似賺唔到錢嘅技能，所以就冇咗回事。心諗住總有一日學到就可以啦，唔使急。大學畢業比完賽自己住啦，我有空間同埋金錢學，但都係覺得冇必要。直至上年旅行有啲唔如意嘅事情，翻嚟之後心入面有種鬱悶同空虛，做乜嘢都唔起勁，訓練表現下滑，就記起朋友嘅經歷。佢話失戀嘅時候去咗學 XX 技能，冇幾耐就遇見下一任。我嗰陣時就喺度諗，係唔係學咗新嘅技能就可以締造緣分呢？我唔知，但我可以試下。有一日，我喺度食緊雪梨，玩緊手機，碌到 IG，見到一個歌唱廣告，然後忽發奇想 ，It's time，我就去咗預約歌唱老師，下星期開始上堂，9月中上堂，上到而家。排除我自己同埋老師要去旅行上唔到堂嘅嗰咁多個星期，我已經學咗半年啦。我得到最意想唔到嘅好處，就係明白學生嘅想法，可以同學生建立更好嘅溝通橋梁，並將自己嘅學習過程化作早間休息嘅話題，建立到彼此嘅信任。健身差唔多8年，我好多時候都唔記得咗健身新手嘅心態係點樣，好多時候好難理解學生嘅處境，更切心為佢哋着想。但我由零跟老師學唱歌，終於明白啦。我跟老師學唱歌嘅6個月可以分為4個階段。Stage 1，唔明老師講乜嘢，亦都唔明自己做乜嘢，唱歌亦都好 Q 難聽。訂票單人去北非看駱駝，獨個報名上田奔課，就算搬家慣了自助，未叫手續協助。上堂嘅頭1個半月，我都會面懵，每節堂都非常懊惱，好難理解老師嘅指示。例如話，我覺得你呢度可以用一啲歡愉啲、憂鬱啲、激動啲、失魂落魄啲嘅感覺去唱出嚟。我當時係97% T 嘅直男 INTJ， 實在唔識得情感點樣表達，有時候都好難理解情感。呢個亦都係我約會嘅時候唔小心得罪大部分對方嘅原因。我照住老師嘅指示做，甚至買咗 iPad 上堂用嚟寫筆記。總之就係唔想浪費時間，想盡快將歌練好。上堂嘅時候都明顯感覺到自己嘅改善，但每次上完堂返屋企，我開口練唱幾句就會想閂埋窗，唔想強人哋隻耳仔。我好多時候唱完都會自問，我喺度做乜嘢，唱乜嘢。上堂唱到嘅狀態都好難喺自己練嘅時候維持。地方和那節奏我寫過的，跟音樂就跟住佢一齊。嚟啊！和那節奏過的，係啦，冇錯，你而家冇。即係呢度。係。啊！OK，再埋。那節奏過的，係啦，嗱，你聽到個聲音，包括即係聲浪係取決於聲調，而唔係力度控制。音量係取決於你嘅口嘅大細。OK。係冇錯嘅。咁但係某啲情況下，當再行啲嘅歌嘅話，你就要再 push 咯。係啊，即係呢首歌唔係好，冇咁攰，冇咁大力嘅。好。嗰啲
嗰啲就真係要咁樣咯。OK， 而且我練嘅時候通常都係10點半返到屋企，一路洗碗、沖涼、搽護膚品，邊用 iPhone 嘅循環播放嚟練。我實在覺得非常懊惱同迷茫，但知道呢一個係學任何技能嘅新手嘅必經階段。我要做嘅唔係做到最好，而係要持之以恆咁樣練。當我的氣球在發覺，我是不是忘了誰？累到整夜不能睡，夜色哪裡都是美。一定有個人他躲過、避過、想過、買過的是誰？我同老師講 ，Miss 唔好意思，我真係唔知情感要點表達。我細個學鋼琴 saxophone， 老師會同我講話呢啲可以大聲細聲，咁樣嘅演奏可以攞到高分，喺比賽或者考試入邊攞到好成績。我根本唔知自己嘅感覺要點表達。我就係想客觀咁樣做一個人哋覺得好聽嘅感覺，例如話口腔要擘大，口腔內側嘅乜嘢組織要點樣喐，邊度做大聲、細聲、快慢，呢啲我就會明啦。老師話冇問題，然後老師就用我理解到嘅理科直男語言，好有耐心咁教導我。在告別式給我帶淚奔喪的情人，在告別式給我帶淚奔喪的情人，只想是你。哇！好，開始搞呢個喎。令我到咗 Stage 2，我明白老師講乜嘢，但唔明白自己做乜嘢。唱歌仲係難聽。老師同我見耐咗，慢慢有咗少少默契，知道彼此嘅溝通語言。我由一開頭要做好多次先做到老師要嘅效果，到後嚟一點就明，全因有效溝通。我終於有膽幫自己錄音，盡量每次落堂之前唱最後一次都會幫自己錄音，俾自己返屋企可以聽住練習，確保自己可以唱到上堂嘅效果。他是誰？Nice 中。OK。幫我 mark 低少年動漫。我都意識到一路洗碗、沖涼或者搽護膚品練習，睇落好似爭取緊練習時間，但佢遠不及揾一個既定時間望住筆記循環播歌專心練嘅效果。就好似健身嘅 volume and intensity， 邊洗碗、沖涼、搽護膚品邊唱歌嘅訓練容量好似好多，但佢哋都係分心嘅時候做嘅。雖然可以去到2個鐘，但強度好低，要專心練唱歌可能只係得20至30分鐘，時間睇落好短，但我可以專心聽住自己一把聲有冇做好，專注聽翻每一個細節有冇做到我同老師要嘅要求，訓練效能或者強度好高，所以 high intensity low to high training volume 喺唱歌都係適用嘅。有時候我真係唔可以專心咁樣唱，就唯有積存一大堆分心唱嘅訓練量。我知道咁樣唔係最好嘅訓練方法，但呢一個係好多時候我可以做到嘅唯一方法，聊勝於無。這隻飛機碰到雨天，終究會墜落，太殘忍的話我只說，因為愛很重。我都係覺得自己唱得好難聽，但呢個時候嘅心態就係 fuck it，I'ma do it， 菜就多練，幹就對咯。然後係 Stage 3， 我明白老師講乜嘢，我都明白自己做緊乜嘢，但唱歌仲係難聽。我終於好似揾到唱歌呢門學問嘅少少原則，知道自己嘅致命傷，刻意改進自己需要改嘅地方，例如係咬字。我以前拍嘅影片一直都俾 follower 甚至我部分嘅學生話佢嘅咬字有問題，我都係剪片回帶先聽得出，可能係我自己慣咗聽美式英語，美國會將好多嘅正音字變做懶音嘅 slang， 例如 try to 變 trainer， shorty 變 shawty， brother 變 bruh， type of 變
typer， 仲有啲人成日讀嘅 You know what I'm saying 變 You know what I'm saying。我本來就係急性子嘅人，好多時候都會想將字句好快讀完，但就係會因為急而令到咬字唔正，以致我自己唱 rap 會有懶音。後嚟我嘗試將音節拖長嚟讀，例如久違放晴的天空變做久違放晴的天空，效果都差得幾遠。老師都同我坦白講話 Marco， 我對你嘅音準一直都有信心，但你要跟住啲音樂一齊摁下，要有 groove。最需要學嘅就係歌曲入面嘅情感表達。是我自私今世最可騷擾的人，亦只想是你。停住，常聯絡你，若我在某鄉村遇難。係嘅，我都知道，可能就係少咗啲人生同感情經驗，但呢個唔係一時三刻學出嚟，唯有觀察原唱者嘅各種細節，嘗試模仿。當我以為自己終於可以試下自學，覺得應該好聽嘅時候，就嚟咗一波咁樣嘅趣事。我同 X 拖緊手行街，訂票單人去北非看駱駝。你果然都係比較適合健身，嘻嘻。佢跟住講咩我唔係好記得啦。我嗰陣時係瞞住佢去學唱歌嘅，亦都會瞞住佢自己幫自己去咗拍 MV。我會中意留翻啲神秘感去製造驚喜。我都知咁樣係衰，冇報備話我嗰陣時消失去嘅興趣班就係學唱歌，因為我嗰陣時喺度準備緊情人節唱嘅歌，但一切都過去啦。於是我先知道自己唱歌仲係難聽，就決定繼續學。加把勁練習之後，我揾咗我嘅堂哥為我嘅 MV 錄歌。我堂哥 Owen 都仗義幫手，我都同堂哥講話，我去咗學唱歌，為嘅就係唔要俾歌嘅 chorus 有太多 auto tune， 希望盡量用最原始、最樸實無華、無修飾嘅一字一句，將過去幾年心裏所想表露無遺，咁就足夠啦。最後嘅 MV 就咁誕生啦，可以睇翻呢條影片。歌詞係我由2023年12月開始寫嘅，老師同堂哥都俾咗少少意見，好感謝佢哋幫手。我持續練習、修正，俾老師聽，攞意見，再翻去練習呢個循環，不斷執行，樂此不疲。以前我就喺度諗，我知道我唱歌嘅天賦無論有幾差，都可以靠後天嘅努力改善。講深一層就係命運由我不由天，其他生活現況或者改變，我可唔可以應付到？我唔知，但我知道我可以持續投資喺自己身上，我獨自升級。就係咁，我為自己唱歌訂立咗學習同訓練系統，唱歌同健身成為我生活嘅一部分。我只能永遠讀着對白，讀着我給你的傷害，我原諒不了我，就請你當作我已不在。慢慢去到依家 Stage 4， 我明白老師講乜嘢，我都明白自己做緊乜嘢，唱得好似好聽咗少少。呢個就係我近嚟學嘅歌。我只能永遠讀着對白，讀着我給你的傷害，我原諒不了我，就請你當作我已不在。我睜開雙眼看着空白，忘記你對我的期待，讀完了以來，我很快就離開。希望整段嘅故事可以俾大家一個參考，甚至啟發一啲想學新技能嘅朋友去投資自己學或增進技能，因為知識同技能得到之後不生受用，冇人可以搶走。長遠嚟睇，回報率可能比股市、加密貨幣等投資產品嚟得高。喺小弟愚見，投資自己嘅投資價值比投資喺感情上面高好多。我知道想學永遠唔會遲，歲月不饒人啊，快啲學啦！覺得幫到你嘅話，記得按
讚、訂閱或追蹤，撳個啷啷，分享留言話我知你哋想學嘅技能，等我同埋留言嘅大家都可以俾翻一番鼓勵你。我哋下次有緣再見。如果你係未來嘅馬高斯，依家已經係12點啦。我琴晚12點搭落床，3點半都未瞓得着，我瞓咗4個半鐘，然後朝早就趕咗去旺角嗰度教，之後直踩到夜晚，剪咗個頭髮，直至就翻嚟。今日仲要係母親節，我就第一次自己一個過啦。係啊，有少少無以名狀嘅失落嘅，可能伴隨住我夜晚瞓唔着嘅皮質醇去到依家，所以我已經疲態盡露，希望可以有翻一直嘅安枕，今晚順順利利瞓個靚覺，聽日一覺瞓天光，然後日日食飯去教下 gym 做下 gym，頂住馬高斯。